年才拄过，不过大家敢知影顶高闹字高眉的故事？即阵有本土剧团用台语、泰雅族语、甲手语三种语言来搬台湾顶高的传说，互囡仔认捌丰富多元的台湾文化。做回来看卖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上厉害的顶高，大家讲顶高你好。活跳各形式的手路，搬出顶高闹李高梅的传说故事，除了台语，还有手语、台样的原住民语。请问你是谁？就是姨妈不艺术。那了剧团2016年开始，每个月拢有咧搬台语故事。今年推出小船计划，加入其他本土语言，实现语言平权的概念。台湾有足侪背景的人，所以希望会当用无共款的本土语言、客语、手语、原住民族的语言来做伙讲故事。透过这样的合作，可以让听障小朋友们跟家长们也一起可以来看，跟一般听人的小朋友同等的可以享受戏剧的这个艺术的滋养。台卡的囡仔兄、囡仔姊听甲真一白，有家长自本袂晓台语，即阵改练档。阮某伊就是决定讲，伫厝内拢教囡仔讲台语，我嘛是最近2-3年才开始练习讲台语所以讲，若是有机会会使互囡仔搁惯习台语的时阵，那就是尽量带因来讲故事啊。也是讲用台语来做逐项的活动，即马各县市愈来愈多，这是一个足正面的趋势。那里剧团表示，台湾亲像尊者，承载多元丰富的本土语言，驶向全世界。未来也会伫各县市演出，互囡仔了解国语是代表所有的国家语言。记者杨淑清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